新德过去佮号做德灿城，伫咧台湾发展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城市。为着彰显历史，新德市府伫咧新德演武场举办德灿建筑变迁展览，除了展出过去无共时代市区的变化，佮利用3D 装置重新呈现已经消失的清朝五大名园之一尖园，后面将利用科技来了解过去的建筑历史。 用手镜头背一个地当看到3D 场景，透过3D 技术，甲过去因为战争以及城市发展消失去的清朝五大名园之一尖园，重新呈现出来，后民众会当看到当初的建筑甲历史。今天的浅园，都已经不存在了，所以我们这次利用数位的方式来复原整个浅园的一个样貌，在平面图上，你用手指头去移动它，就可以在3D 场景里面去看到整个浅园复原的样貌。现场佮展出新德市较早旧的地图，民众会当透过地图的相片甲纹理，去找出较早进前的街仔路，以老相片讲故事的方式来明白德灿城过去的发展过程。希望大家安尼按阮的地图安尼看起来，会当按这个北门大街吼，购有个东门市场过来新洲屋，还有新竹的这个州厅，会当讲知影讲阮即摆以新德的这建筑的美丽，透过对于老建筑的一些观察，知道说啊，原来我们新竹是这么有文化、有底蕴的一个城市。主办单位讲，透过活动，除了互民众会当了解无共时代新德市的风貌以及变迁。 也希望让大家感受到德灿城是一个文化历史丰富的城市。记者杜君和，新德报道。